头起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，就是台中市西区一个社区的大楼，昨暝发生火灾。这民众听到爆炸的声音了后呢，看到高楼是烧起来，上百个人赶紧来逃生。落尾呢，这消防人员是伫咧露台呢，发现一个男性已经死亡，也那导火原因还阁需要厘清。 11:41的时候到场啊，那火势大概在56分的时候就控制，大概15分钟的时间。那我们到场的时候，其实火势就蛮大的，那就发现有在9楼有一名民众在阳台受困，所以我们同仁就迅速布线再上去，大概很快的时间啦，大概10分钟的时间就将火势扑灭，控制扑灭。好，但是很不幸的也造成一名民众的罹难。 看到这大火直直安尼烧起来，有一个男性呢是徛伫露台喊救人。这个社区呢，主要是咧细人套房呢，差不多是有290户。消防局是出动18台水灵车，拢总40个人去甲抢救。这火势其实10几分就已经受到控制，也毋过露台呢所发现一个差不多40岁的男性已经明显死亡。估计这现场差不多已经烧20平方公尺，也那导火原因要个需要调查。